哇，百岁山的公交车，上车吧，请。买票，我是家属，刷卡，家属可以吗？刷卡买票。家属不用啊。走了，师傅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这是咱们百岁山的班车是吧？啊，有环节是吗？我就这3张吧。你们都抽完，剩下给我就完了。行了，抽了。啊，这个。黄姐來吧。第一條啊，我做咩㗎？影院我攞過啲乜嘢？啊，我攞話表過啲咩獎啊，咩獎？好多獎啊！有啲咩2個字？有啲乜嘢名稱人哋會叫我？年輕人影后，影后，楊后， Yes， 影后，影后。哎呀，這個太……我都更難，我告訴你。你知道？你知道？四街有打撈，打撈之外是海洋得嘢加字，等出得嘢加字，4個字，啲嘢個字。海洋生物 No， 打海 ，No， 大海，好多都好多的都出來了。好多都你到底說啥了？到嚟總整期，造景是莊景期，啥？嚟海納百川，海納百川。來，嚟吧，跟住啦，我2分嘅，我準備4個字啊！第一個字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後面8。八仙過海，8塊腹肌，我們3個都沒有你沒對，你說8塊腹肌，你說八股雞，八股雞我不知道是什麼。沒有，他先說八仙過海。八仙過海。我有口收補抽 Yes， 來2分。 2分啦。氣死我了，來4個字。 4個字，金銀銅鐵什麼？玉裏邊係乜嘢？鐵腕鐵腕嗰個叫乜嘢鐵血丹心，鐵血丹心，鐵骨錚錚。 ？Yes， 這鐵骨個很難，錚錚啊！完全聽不這個懂。真的很難。呢個都猜出。該我啦，骨錚錚4個字， OK，得有個字，得有個字。得一個字，我哋大家啊，我叫你個米係，4個字，咁啊，我水到倒 ，no，嚟。漏沖水沖我呢4個字，我哋頭頂係頂啲牛個字，我哋第2個字。第2個字，我哋和係和觀景推立身材，這你都能聽明白，太牛啦，絕啦！該你啦，該你啦。 2個字。 2個字，頭先你唔係話過影后係唔係？我哋對你嘅形容和稱呼，仲有2個字。仲有2個字。你演嘅好多篇都係動作影後唔係打先，打武打。男人嘅另一面，他為什麼不看我？打女。 為什麼他出題的時候從來不看我？我不想做對牛彈忽略我祈求的眼神。該誰了？我聽你啊，來吧。 4個字， 4個字。第3 3。同埋第4第3個第4個字是2個字，係一種花，一種花，有刺嘅。玫瑰，玫瑰鏗鏘玫瑰，鏗鏘玫瑰。你看着你有什麼用呢？看着你還不是被我猜中？你看着你也會被我猜中，有什麼意義？你非要讓別人看着你，你找這點心理平衡幹嘛？氣死我了，氣死我了！沒事沒事，這個節目太欺負我了，沒關係。我來，3個字，第2個字，第1打係啲外第3個字，嚟，佢好去打醬油，見人打醬油，回答整車，回答正確。醬油嘛，可以嘛？你們倆，他怎麼一下猜出來了？
兩個字。兩個字，有一天晚上，大家好開心，好開心一齊開 party。 ，party，有一個節目上來，我知道了。毛遂我這道題也不應該答錯呀。天氣，哇！嗰啲吹埋嚟嗰啲水喺度，風生水起，風流倜儻，風流倜儻。沒有關係，我可以嚟快啦，快啲，快啲。四個字，形容一個人咧，雖然就好犀利，但係咧好好説話，好說話，第一個字咧係平易近人，廣東話，平易精靈，平易精靈，一其他，四個字，四個字，形容我唔嘅這個節目，可能是我嘅人生。我要跳車，我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，受不了了。我嘅人生嘅路，好多花，漂亮。人生的路很多很多花，像個漂亮的石頭，人生嘅路，人生的路，好亮，像一個好亮嘅狗，死狗，死狗，像一條布料，救救我！薄料，美麗嘅布料，花，人生像美麗，第二個字，好嘅布料葉子，前途似錦，好多花，死狗，繁花似錦，前途前程似錦，回答正確。前途似錦。好厲哦！我嘅腦子已經被榨乾了，我的腦子現在空空。導演組真的很聰明，這條路好漫長，可以給我。你又說出了潮汕話的感覺出來。哎，這個遊戲玩得好累啊，真的。